咗一嚿，好似內地啲豪，即係有年代咧攞嚿錢嘅，咁大嚿錢，哇聲到咧嗰嚿錢，佢應該擺喺個船艙同啲鹹魚一齊醃咗半個月拎過嚟，我逐張去數，所以唔知我幾乎暈咗啊！我啖錢拎大口罩，拎大口罩，真係好多錢佢哋買唔知買套 win 就好似有一嚿，咁我唔知佢收尾點啦。所以魚係可以好多錢，不過咧就即係散得快。點解佢有咁多錢咧？其實咧，你可以話有，可以話冇錢。在座你哋即係我啲年紀都買一層樓，咁層樓咪一千幾萬買冇閒嘅嘢係咪先？但係佢哋係唔會買樓咁樣。全部擺晒身，佢哋冇資產，佢哋唔會買樓啊！你上網冇錢買樓，嗰筆錢佢即係將你嗰層樓買晒金，你俾多個啦嘛，個租金一樣可以即係收到滿㗎嘛，所以佢哋係信呢一樣嘢嚇，佢就係擺住錢袋，因為佢上樓都會生活上唔舒服，即係佢習慣㗎，同埋啲樓啊，咩佢啲嘅感覺，索性佢睇就算啦。話出海有事咧，佢即刻即係衝我，譬如話我十幾翻大陸攞魚，有啲咩問題咧，佢比較襟上解決到啊嘛。你啲港紙解決唔到嘅問題，大家係唔想得喎，應該係俾佢收俾佢，所以佢需要住喺個艇度，係啦。有兩樣嘢想補充嘅，第一樣咧就係話講開住棚，有一個叫華南天地以前喺二浪啊，咁啊，你而家留意翻咧，所講嘅地名啊、汕尾啊，其實都係為啲漁民。咁香港可以睇到嗰個時候嘅香港嗰個即係重要嘅程度，同埋佢哋嗰個活動範圍，呢個當然範圍。第二樣咧就係高少少，好似話彭哥講一條幾街啦，你又話係懲戒街啦啊，咁但係其實當時政府係出人力，即係出啲 labor， 但係出錢係邊啲人出咧？其實就係又話呢個商戶。咁你諗下，1860年係即係真正北京條約攞咗九龍啦，1876年就已經開始填海嘅，啊1879年應該就已經有新填地街，即係懲戒街。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呢10幾年間咧，其實呢個地區嗰個發展幾快同埋幾旺啊，咁就即係啲商戶都可以 sponsor 政府去填海，咁當然對佢哋嚟講都係有利嘅。同香港島啲商戶唔同，呢度係幾乎清一色就係好地華人嘅。咁你去廣華睇下，廣華都係華人社會支持喺度嚟嘅。繼續。我講到啲商戶有錢，因為呢度係好多金土諸如此類。咁每年係俾抽錢。你估唔到就成街咧，嗰啲鋪頭咧就有晒啲公仔啊，走馬燈啊，會喐嘅公仔會跳舞啊咁樣，跟住飄色咁咪就擺滿，即係自己冇睇自己裝飾㗎。即係好似聖誕節咁樣，即係有走馬燈啊，有飄色啊，跳下咁，好多嘅。不過而家係唔晒啦，呢度啊，係好有錢嘅。邊個呢個？誰咧？佢嚟。你話先。因為我哋講發大樓啊。我哋不如直行啊嘛，向佐敦方向發展。